李在明，一位主張結束韓國財閥統治嘅自由派政客，韓國共同民主黨嘅領袖。同時佢亦係一位極有可能成為韓國第21任總統嘅政治人物。佢由一個貧窮嘅工人變成律師，再到政治家，再到佢上屆總統選舉以不足1個百分點嘅票數輸俾尹錫悅，失落上一屆總統選舉。今年佢再接再厲，憑住佢不畏強權以及貼近一般人民嘅立場，成為2025年總統選舉支持率最高嘅候選人，勝選機會極高。但係佢同時面對住可能令佢喺未來10年都無法參選嘅司法指控，到底佢係在明定係在暗呢？今日我會同大家一次過講解呢一位當今最接近韓國總統寶座嘅男人嘅青瓦台之路。1963年12月8日喺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一個貧窮農民家庭出身，佢喺屋企7個兄弟姊妹入邊排行第5。由於當時佢屋企經濟環境唔足以俾佢讀中學，李在明小學畢業之後就直接出嚟工作。啱啱開始工作嘅時候，由於未到法定工作年齡，李在明只可以借用其他人嘅身份去打工。好不幸，響城南市工廠工作期間，由於一次事故令到佢左手受傷，留有殘疾。呢一次意外令佢感受到勞工權益嘅重要性，亦都成為佢日後政治理念嘅一部分。李在明並冇因為呢一次意外自暴自棄，佢一邊工作一邊靠自學，透過參加韓國嘅檢定考試，攞到中學同高中資格。之後佢憑住驚人嘅毅力，喺1982年考入咗首爾嘅中岸大學法律學院，直到1986年佢畢業之後通過司法考試，成為咗律師。呢個由零開始嘅奮鬥故事真係好勵志，好難想象佢點樣捱過呢啲苦日子。做咗律師之後，李在明冇揀高薪嘅商業法律工作，而係選擇咗做人權律師，專門幫工人同弱勢群體打官司。佢加入咗韓國律師人權協會，喺1989年，佢幫助一群被非法解雇嘅紡織工人成功攞到補償金。呢啲經歷令佢贏得咗人民律師嘅美譽，仲添定咗佢喺進步派圈子嘅地位。佢當時嘅選擇已經展示咗佢同一般律師唔同嘅價值觀。李在明嘅政治路喺2005年正式開始，佢加入咗進步派嘅開放國民黨，亦即係後來嘅民主黨。到咗2010年，佢參選城南市市長，並且成功當選。城南市係首爾附近嘅一個大城市，有大約100萬人，經濟發展快，但貧富差距好大。響出任市長時，推出咗好多社會福利政策，例如免費學校午餐，確保低收入家庭嘅細路有營養嘅午餐；青年住房補助，向年輕人發放租金補貼，幫佢哋應對高樓價；改善醫療設施，喺城南市興建新醫院，改善居民嘅醫療服務，俾市民有更好嘅醫療保障。呢啲政策雖然俾保守派批評為民粹主義，話佢亂用公帑，但係佢贏到市民嘅支持，令佢喺2014年連任競選嘅時候，佢以壓倒性優勢勝出，成為咗人民市長。佢嘅執政成績真係好似一張成績表，證明咗佢有能力改變市民生活。2018年，李在明嘅政途更上一層樓，當選成為京畿道知事。京畿道係韓國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嘅省份，有超過1300萬人包圍住首爾，地位非常重要。佢喺任內推動咗好多大型基建項目，例如擴建地鐵網絡、改善公共交通，方便居民出入。另外，佢喺2019年引入咗災難基本收入政策，俾每位居民發放一次性補貼，幫佢哋應對經濟困難。呢個政策喺2020年疫情時擴大實施，向每人發放10萬韓元，即係大約70美元，成為咗韓國地方政府嘅抗疫典範。但係佢嘅知事任期期間都有唔少對佢嘅指控，有人批評佢喺疫情期間出席災害會議嘅次數太少，話佢領導力不足。仲有佢喺出任城南市長時推動開發大莊洞，後來俾人指控有腐敗問題。檢控方話佢喺開發土地時，俾私人公司賺咗高達7800億韓元嘅暴利，對城市造成近4億9千萬韓元嘅損失。呢啲爭議成為咗佢政治生涯嘅一大污點，但佢就話呢啲係政治對手嘅抹黑。你覺得呢啲指控係真，抑或係子虛烏有呢？到咗2017年，李在明決定參選總統，參加咗民主黨嘅初選。佢提出咗一系列進步政綱，例如全民基本收入，每年每人發放100萬韓元，即係大約800美元，幫低收入人士應對生活壓力，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勞工待遇，性別平等，推動女性權益，承諾政府高層職位至少有30%係女性。但係佢喺初選中只攞到34萬7千幾張票，排第3，輸咗俾文在寅同安熙正，攞唔到提名。
雖然輸咗，但呢次競選俾佢喺全國打響咗名堂，尤其係喺年輕同自由派選民中，佢嘅支持度上升咗好多。到咗2022年，李在明捲土重來，成為咗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對決保守派嘅尹錫悅。佢嘅競選主軸係公平經濟同社會正義，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希望通過政府補貼減少貧富差距，俾每個人都有一個基本保障。財閥改革，加強對大企業嘅監管，保護小股東利益，結束財閥壟斷經濟，擴大公共醫療，改善醫療系統，特別係幫低收入家庭有更好嘅醫療服務。呢一次選戰競爭好激烈，佢嘅對手尹錫悅主打強硬外交同經濟穩定，吸引咗好多保守派選民。當選舉結束，李在明攞咗16147738票，得票率47.83%。輸咗俾尹錫悅嘅16394815票，得票率48.56%，只差大約25萬票。呢場選舉好似一場拉鋸戰，顯示咗韓國社會嘅嚴重分裂，但亦都證明咗李在明喺自由派中嘅強大號召力。選舉結束之後，李在明同佢嘅支持者講：我尊重選民嘅選擇，但我嘅使命尚未結束。呢句話令人覺得佢唔會咁易放棄。總統選舉輸咗之後，李在明冇氣餒。喺2022年6月1日，佢當選咗仁川貴陽 B 選區嘅國會議員，正式進入國會。同年8月28日，佢擊敗咗競爭對手，成為咗民主黨領袖，開始推動黨內改革，例如加強基層參與同政策透明度，俾黨員有更多發言權。而響下一年，亦即係2023年，李在明要面對佢政治生涯嘅低谷。佢因為大莊洞開發案涉嫌腐敗被起訴。檢方指控佢喺城南市場任內濫用職權，令到私人開發商響呢個項目得到8000億韓元，同時對城南市開發公社造成近400億損失。到咗9月，國會以149票贊成、136票反對通過對佢嘅抵捕動議，但俾法院駁回咗抵捕令，理由係證據不足。期間，李在明因為多次拒絕檢察官傳喚，被罰500萬韓元。今次事件令佢嘅形象蒙上咗陰影。但佢嘅支持者就認為係政治迫害，係保守派想整蠱佢。2024年係李在明全面反擊嘅一年。1月2日，李在明喺釜山視察時遇刺，一名男子用刀刺傷咗佢嘅頸部，好彩冇傷到要害。佢迅速康復之後，仲公開話暴力阻止唔到我嘅理想。遇襲事件令佢嘅人民支持度有所提升，外界覺得李在明有好強嘅意志力。同年6月，佢因為涉嫌鋪路再次被起訴。但同時，佢領導咗針對尹錫悅嘅彈劾行動，顯示佢嘅政治鬥志依然強勁。佢嘅政治生涯真係精彩過電影，既有危機，亦有轉機。李在明一路以嚟鮮明改革路線嘅對象係年輕人同自由派選民。根據2025年4月25日嘅民調，佢喺今次總統大選中以38%嘅支持率領先，遠高於保守派候選人。支持者覺得佢真心為底層民眾做事。例如佢喺城南市同京畿道嘅福利政策，幫咗好多低收入家庭。例如由佢推動嘅免費午餐同住房補助政策，佢哋亦都欣賞佢嘅奮鬥精神，覺得佢係一個由零開始嘅勵志人物。有人話李在明了解我哋嘅困苦，因為佢有住同我哋相同嘅出身。呢種親民形象係佢嘅一大優勢。相反，保守派支持者對李在明就好有保留，佢哋擔心佢嘅進步政策會削弱韓美同盟。因為佢唔似尹錫悅咁親美。仲有就係對李在明個人道德方面嘅質疑，例如大莊洞事件嘅指控，亦都有人批評佢嘅領導風格太過激進，對黨內異見者太過嚴厲。有民主黨成員曾經話黨內有李在明迷戀現象，邊緣化咗唔支持佢嘅人。呢啲支持佢同反對佢嘅聲音，同時反映咗韓國社會兩極化嘅嚴重程度。李在明係韓國政壇上一個傳奇人物。佢由貧窮嘅工人靠自學成為律師，再到政治家，奮鬥過程相當勵志。佢嘅政策理念着重社會公平同弱勢群體權益，受到自由派選民支持。但佢進步改革思想、務實外交立場以及對佢嘅檢控，同時令到保守主義者不安。如果佢能夠克服法律同政治上嘅挑戰，佢嘅務實外交同進步經濟政策可能會帶領韓國走向一個新嘅時代。對外緩和同朝鮮嘅關係，對內減少貧富差距。呢一刻，佢成為總統嘅最後一個障礙阻力，應該就係對佢嘅司法檢控。好啦，李在明嘅故事就講到呢一度，大家又覺得佢今次可唔可以完成佢嘅青瓦台之路？我哋係專門出時事片、超流量嘅時事菠蘿雞。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就 CLS 啦。